好，来继续来看这个罗水溪的涂沙粉赢杯，影响到婚姻观的卖寮、轮陪甲二轮烟花的学校。过去这学校只会当伫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挂旗提醒学生莫伫室外活动。打来为着要真正有效来照顾着学生的健康，所以当地国小安装新风换气系统。经过实验，有装设这个系统的教室，空气污染平均的气度率有61%。罗水溪全涂粉互婚姻卖寮轮陪二轮，烟花所在拢规片雾雾，附近的学校儿童的健康受到威胁。为了有效改善空气品质，中央补助新风换气系统，互学生至少上课的时阵会当嗅到清气的空气。不好的空气都过滤掉。没有装台机器之前，我一直打喷嚏。打喷嚏啊？就是因为太多沙子在里面飞来飞去。甲空气清净机的作用同款，一台室外机甲外头的空气过滤，才佮透过光线送入来教室。实验发现，装新风换气系统的教室 ，PM10平均的气度率是61%。当我们的 PM2.5可能达到，例如说比较危险的红色或者是紫色指标的时候呢，它也可以自动的启动。目前有22间的公立小学，总共230间的教室已经有安装新风换气系统。未来地方迈向环保署争取，伫卖寮、轮陪、二轮，当地各种高中甲幼儿园拢安装，维护大小学童福吉道的健康。